光复灾区嘛有真侪动物伴着伤，受这兽医去义诊轮流间照顾。另外，这灾区咧摒扫的时阵，嘛有袂少人伫咧过程当中切着伤、挂着伤。中央是已经送破伤风的有风写过，逐工拢有900人去做。搬冰箱嘛，手就滑过去，滑过去就铁片刮到。透早摒扫厝内手骨划着伤会一直流，医师治疗了后，建议爱注破伤风的疫苗。灾区成立的医疗站处理切伤、刮伤等外科病患，在后逐工拢有900人。中央嘛支援药厂捐送的破伤风疫苗，提供有需要的灾民甲志工免费来做。灾区有时候一些细菌啊、土壤哦，有些比较脏乱，所以绝大多数只要有伤口的话，我们尽量就是还是给他施打破伤风疫苗。如果没有打的话，它进入我们身体哈，甚至会进入那个中枢神经呐。其实，在灾区现场，不仅人的照护很重要，灾后也有兽医师进驻，提供义诊服务，关心毛小孩健康。为猫仔狗啊到具宠物伴，若是有状况，饲主需传来予医生看。现场有志工引导加专业兽医诊断，因为造大水，动物嘛受灾，无论厝内饲的还是流浪动物，拢伫义诊的范围。它就是身上有虫，然后我不知道它皮肤为什么一直掉，好像掉屑屑一样。我们24小时驻点兽医师，然后还有宠物物资的发放跟一些问诊，目前已经累计大概救援120只以上的猫猫狗狗，或是像我们曾经还有民众送鹅啊、乌龟。大水锁定花莲光复乡灾后的复原重建，无论日夜伫进行，官方甲民间持续投入救灾，互灾区的各灾民拢会当尽量得到完善的照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